有一位邮差去告中华邮政，讲伊2020年进前的奖金，拢无算入去薪水内底，影响到裸体提拔的金额。即马二审判定这个邮差告赢，中华邮政应该补提拨93000块予伊，而且袂当阁上诉。邮政产业工会嘛表示，未来会阁协助其他会员去讨裸体提拔。毋过目前法院的判决甲行政院解说令无共款，交通部表示会阁甲行政院来讨论。中华邮政过去绩效奖金甲开销奖金无列入投保薪资，虽然自2020年了后，但是也毋过无追究以往互员工提过。邮务署王耀庆主张，应该按喺2005年到2019年之间，应该纳入薪资的奖金来计算提拨裸体。官司经过伊伫新东胜诉定治，二审法院由原判决，中华邮政应该提拨9.3万，阁袂当上诉。王耀庆表示，过去捌一直伫内部反映沟通。资方拢讲规定是安尼，只好拍官司，胜诉了后也协助当事争取权益。你109年愿意提拨，那108年往前一直到新制劳工开始实施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补提拨给我们，所以我就去主张说，那为什么没有？会员那个就是蛮踊跃的，蛮踊跃，就是要对自己的权益也是要来做主张。邮政产业工会也收到部分会员提出有意追讨会当齐处理，对此中华邮政表示，各按上尊重法院判决，会将相关费用还当当事人的裸体扣走。也毋过案件审理中，中华邮政捌请示行政院，行政院迄当时函复法院，原则上绩效甲考核奖金无属于工资。人事总处事实上有一些解释令，是当时对于勾引的这些公司有谈到说，这部分是不纳入的。所以我想，基本上现在交通部的相关单位都是按照这样哈，不把绩效奖金或可考核奖金放进去。法院有行文给行政院，行政院有函复法院说这个部分原则上不属于公职的范围啦，哈。那但是法院还是做这样的判决，那我们只有尊重。那判决开审来，敢是引起各样事业对讨调。交通部表示，其他事业单位过去拢是按照正义规范，对正义解释令甲司法判决无共，行政院会伫2月7日进行会议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